后来以上这个本土甲校正回报的这个病例数、群聚感染的传播链，咱继续来看这张图。到这个网家去活动的相关的病例有152例，台北地基管相关的个案25例，甲新北市某一个社团相关的有6例，其他已经知影感染源有222例，也未查到感染源的有145例，还有搁咧做疫调的有117例。指挥官陈时中有上新的说明。那我们今天有新增的本土案例401例。那4例境外移入，另外有266例校正回归。那总共新增的401例的本土案例里面我们当然总数是671了那确诊个案中新增13例的死亡。那今天新增的401例本土案例为190例的男性，那女性是211位。年龄介于未满5岁至100多岁，发病日介于今日发病日介于今年的4月26日至5月26日。个案分布以新北市177例最那其实台北市的130例，桃园市的18例，基隆市的15例，高雄市的14例，彰化县的10例，台中市的7例。花莲县6例，宜兰新竹各5例，台东县4例，屏东县3例，嘉义市连江县各2例，苗栗、南投及云林县各1例。那大致上这个在地域的分布大致上在每一个县市都还是有这些零星的个案那也逐渐在增加。那隔离治疗无症状或轻症的个案，同时符合下列2项条件，无需采检即可解除隔离治疗，并由卫生单位开立居家隔离通知书，续进行7天的居家隔离。第一个条件是退烧至少1天且症状缓解；2，距发病日已达10天，那无症状者发病日以采检日做计算。所以在符合这样的条件解除它是解除隔离治疗，但是从医院到集中检疫所返家进行居家隔离，所以在中间里面不得搭乘大众的运输工具。台大也有发出一些警讯那不过我在这里还是要澄清一下，台大的本身的量能它还有。那但是呢，我想院长最主要的意思就是说，在收治的时候不能只往一家去集中，如果都往一家去集中的时候，那很容易让那一家的负荷过重，那产生的一个后遗症，大家都很难以承担。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大家都知道和平跟台大跟我们这次的一个热区相对比较近。那以往我们整体在急救或者在救护车在送的时候，都以最近的一个地点来做安排，那不免就往台大就送的比较多。但是这病人是一定要分流的是一定要分流的那所以